天黑都踩唔晒，有啲大鑊。Hello，又係我 Wilson 啊！今日係台灣單車環島嘅第一日，由香港出發去台灣。出發前我擺咗個烏龍，桃園機場落機，不過訂錯咗松山機場附近嘅單車鋪，所以今日旅程時間預得非常之密。順利租完單車就要整理一下行李啦。喺台北市出發，踩返去桃園縣嘅大溪區，所以路程初段都係喺市區行走。而家係5點正，原本諗住咧3點左右攞車，2個半鐘左右可以到今日個終點桃園。然後咧，因為喺市中心嗰度啊，啲路況太混亂，太多燈位，就好難去行。而家5點鐘咧，就係行咗未夠5公里，未夠5公里咧，喺導航裏邊我哋有1個半鐘，1個半鐘，天黑都踩唔晒，有啲大鑊。而家已經係夕陽啦，準備會日落㗎啦。咁我最唔希望就係天黑踩車，咁但係而家係非常大機會，因為最緊要咧係我啱啱踩其實仲有體力，但係如果之後咧踩到一半咧，開始體力下降咧，個速度都會慢落去，咁呢個係比較麻煩。而家係5點20分，咁啊天咧就嚟黑㗎啦。我嘅導航咧顯示我仲有1個半鐘，咁啊我相信我之後咧會有大約1個鐘咧係要摸黑咁行。果不其然，個天一直黑，一直黑，黑到直頭有前燈都睇唔到路啊！特別有啲路段連路燈都冇，確實有啲危險。所以呢個就係我點解咁唔中意踩夜車嘅原因。去到食飯時間，先終於到今日嘅住宿小巷內客棧，而佢真係置身於一個隱蔽嘅小巷裏邊，勁難揾，頂。